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早起发生着严重的火警，专门咧运送这个土团的这个运输塔的输送带导火烧起来，龙眼大火烧到半天红，看着真惊人。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土炭输送带空白啊导火，火有够猛，高一直炭，所来连这个运转塔嘛拢总导火烧起来。运转塔一个导火，规条空白啊嘛对咧烧起来，像一条真长的乌色的火龙。现场拢是大火甲乌烟，因为空白内面有等要发电的土炭，火一个烧愈严，规条就咧断去。连24公里外民众拢会使看到火力发电厂5基烟筒管或者乌烟砍掉咧。台中的环保局监测空气品质了后，讲要罚500万块。空气感测器有发现到下风处的空气品质有受到影响，有明显的粒状污染物跟异味的一个散布，将处最高罚款500万元。台电讲早起7点03分就接到通报讲导火啊，赶紧拍119报案疏散工作人员，相对广告位用2点外钟拍火，才控制这个火势。树莓皮带啊，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发生火警，那我们的煤厂跟我们的电厂的设施都没有受损。台电调查，这个运送带当时是要将这个码头的土炭运送到厂内去放，怀疑可能是输送带卡掉的，还是温度伤悬才会导火。详细原因还佫调查。台电嘛强调讲，这个高架这个输送带烧差不多270公尺长，修理期间会改用陆上的运输，因为电厂有15天的土炭安全存量，未影响送电。